真欢喜，咱三个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邀请咱将咱的手机先关做震动，也是关机。咱三个伫主的面前，三个做伙来敬拜。好，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带领阮伫今早起三个伫你的面前，要做伙来敬拜上帝。因为你是配得阮来学乐来上赞的主宰。阮感谢主。阮会当有份参与伫服侍你、敬拜你、亲近你、上帝你所拣选的囝儿。阮相信上帝你要通过伫今日阮伫你面前的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圣神拢引带阮、带领阮。阮嘛真感谢主，你也带领阮会当讲伫今日也要做伙参与伫阮的服侍中间。阮拢相信上帝你要加添阮每一个当工。拢会当三甲伫你的面前，享受服侍主你的快乐。愿上帝你赏赐互阮，毋但有气力，嘛互阮带着信心来宣扬上帝你的救恩，来得主你的欢喜，完成上帝你所托付互阮的使命工作。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咱做伙起立，咱做伙伫上帝面前，三甲做伙来敬拜伊。咱用俄勒的声，用专心的俄勒来感谢伊。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愿，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要无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我们再次从头一起来唱，来。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愿。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要无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要无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咱伫主的面前，三个来俄勒伊，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用谦卑的心来赞美他。咱这位当心，搁一摆伫你的面前，咱三个来祈祷上帝。主啊，阮感谢你。阮愿意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毋但要用全心全灵来응主你敬拜，来献上阮的恶乐，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当阮来到主你的面头前，阮就要带着谦卑顺服的心，恳求上帝你用你的声，用你对阮所讲的话，互阮会当搁一摆来仰望着主上帝你所要带互阮生命亮光。主，阮感谢你，愿上帝你嘛安静恬静阮的心。三甲伫主耶稣的面前来听候主的旨意，阮相信伫主你的面前，阮就爱将阮一切跨路交托予主。上帝，你要互阮的担是艰辛的，
是会当更较有气力来为主你来跑走天路。愿上帝你引带阮伫你的面前的敬拜，得你的欢喜，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伫耶稣的脚前，谦卑跪落敬拜，仰望主的荣光。伫耶稣的脚前，安静专心地听，听候主的旨意。咱搁一遍对头来吟。伫耶稣的脚前，谦卑跪落敬拜，仰望主的荣光。伫耶稣的脚前，安静专心地听，听候主的旨意。放了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伫耶稣的脚前，献上阮的一切，全心全意，愿敬拜你。这是咱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咱做伙安静伫主的面前，将咱家己的性命伫伊的面头前来献上祈祷的心，甲主上帝求讨。主啊，帮助我，若会当安静听候主你的声，嘛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放落心中一切挂虑，完完全全来交托，相信伊，伊要带领咱一个救恩的喜乐的生命，赏赐互咱。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啊，阮伫你面头前，原是何等的拉送误会。有时阮亏欠主你多多，阮要恳求上帝你，搁一摆施落你圣洁的膏油，膏抹伫阮逐人的心内。主啊，阮意爱是要会当，互阮得到救赎的活命，就是真做清气的人，来到主你面前来敬拜你，得你的欢喜。恳求上帝你，搁一摆来帮助阮逐人的心。互阮备办阮本身家己的性命，来交伫主你的面头前，带到主你的面头前。愿在当阮伫你施恩的宝座前，阮的性命要定身伫主你的亮光的中间，引带阮人生的道路。主你甲阮讲，你是世界的光，跟对主你的人，无抵到伫黑暗拉散的道路中来行。恳求上帝你加添阮气力，引带阮头前的道路。真做主你所欢喜的囝儿，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搁一遍对头来吟，伫主耶稣基督的脚前。伫耶稣的脚前，谦卑跪落敬拜。仰望主的荣光，伫耶稣的脚前，安静专心地听，等候主的旨意。伫耶稣的脚前，放落
耶稣的脚前，耶稣的脚前，放了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耶稣的脚前，献上阮的一切，全心全意，愿敬拜你。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当阮来到主你的面前，阮毋那领受着主你的疼痛。主，阮知主耶稣的疼是为着要救赎阮活命的性命，是真实要互阮的性命伫罪恶中，伫黑暗的内底重新得到快乐。愿上帝你搁一摆对阮逐人讲话，通过你温柔的声，搁一摆甲阮讲，毋免惊，只有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向主你求讨。上帝你疼痛的心，搁一摆要安慰阮逐人的心中。感谢主，阮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耶稣的疼是无比的疼，伊用温柔的声叫我毋免惊。耶稣的疼是永远的疼，伊用稳定慈爱做衫，予我满。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伊用听甲毋捌，安慰我心肝。耶稣的名是救赎的名，伊用世界保卫替我性命。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当我看无头前的路途。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耶稣，你是我的所有，当我失去全部的疼。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求你正做我一生的引带。咱搁一边对头来吟，甲主讲，主你的疼是无比的疼。耶稣的疼是无比的疼，伊用温柔的声叫我毋免惊。耶稣的疼是无怨的疼，伊用稳定慈爱做衫，予我满。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伊用听甲希望安慰我心肝。耶稣的名是温柔的名，伊用世界保卫替我性命。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当我看无头前的路途。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
我一生的引带，求你真做我，求你真做我一生的引带。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你不相时拢咧对阮讲，你听阮的心，望阮会当伫你的面头前，更加心存敬畏的灵来亲近你。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当阮每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头前，阮就放落一切阮心中的重担，只有将阮的性命交托给主。主，你要甲阮讲，你以爱阮会当伫你的面前，通得到全新佮顶头生的活命。恳求上帝你带领阮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无论讲甲听的，每一个人拢平平得到利益。当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你要坐来以前，甲你边的人讲，愿主的平安，愿主的疼，甲你三脚伫地。愿主的平安，愿主的疼，甲你三脚伫地。这是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人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要做伙来吟信诗，信诗194首，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会众请起立。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所示，伊话拍开出生之意，当我点情地听候你，我心绵绵爱你一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一生的心。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真理的声。心偏偏爱你一世，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一生的心，开我嘴唇，互我以爱，而传真理到达所在，开我的心，互我的美梦。应主条当分享世间，当我点情地听候你，我心偏偏爱你一世，开我嘴唇，互我保养一生的心。请坐，这是咱要参加做伙来启印。启印文65篇，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见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
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嗷叫、痛疼。因为前的代志已经过去。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米拢换新。伊佫讲，要写起来，因为这的话真实可靠。伊佫甲我讲，完成啦。我是安尼法甲欧米伽，是开始甲结束。喙底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得胜的人会承接这个，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兄儿。只是咱要邀请新歌队来献诗，今仔日因要学乐的诗歌是《哈利路亚，亲谢我主》。
伊的学乐，即是咱要来读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第8节，因为恁对稳定得着救，是对神，这也毋是出伫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毋是出伫所行，免得人夸口，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心备办的，要互咱行伊。这是咱要请吴哲恩小朋友来甲咱读华语的版本。你们的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的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阿免。感谢咱的细囝，这是咱要邀请吴牧师来为咱进道。今仔日要进道的题目是神来得救的真理。来，咱真欢喜，咱邀请所有的囡仔吼，敢有小朋友？哦，好 ，OK， 敢若阮的囡仔。好，来，咱来甲遮的囡仔，甲因做祝福的祈祷吼。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伫你面前，毋但要领受救恩的快乐，佮较要紧嘛是阮伫你面头前，阮要将这细囝伫因一生的道路交伫主你的手中。当阮信，阮的生命毋但要得到救，是因为上帝你的恩典，你为着阮钉死伫十字架顶，通过耶稣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所留的宝血，来互阮的生命重新得到这白白的恩典。主啊，愿上帝你嘛祝福伫阮遮的小朋友、细囝，互因伫生命成长的道路的顶面，通过上帝你的话语来亲自教导因的生命，帮助因，互因头前的道路用主的话成做因生命的智慧。阮相信，无论因行到倒落，上帝你的平安甲盼望，拢要对到伫因的生命中间。愿上帝你赐福阮，也赐福阮的教会，伫正经儿的教育，甲每一个导师伫因的陪伴的内底，拢会当真恳求上帝赏赐互因，毋但有智慧，嘛互因会当遵照主你的教示来行。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免。好，咱搁一摆甲因鼓励吼，多谢因。啊，来下去。哦，你们帮爸爸拿下去，帮爸爸拿下去。好，谢谢。牧师真欢喜，当今仔日吼我自即个月吼有感冒，嘛感觉讲我无声啦吼。昨我真欢喜会当问到咱的玉成指挥吼，互牧师一个足好的一个提醒。我一直甲讲吼，啥我即摆声音吼安尼拢无够有力啦，嘛无甲一个正确的位置吼。你会当甲我指导一下。伊就甲我讲吼，这声带你倒位安怎样？你发一个声的，我感觉哪像一个真好的医生啊！今仔日早起牧师带歌，伫咧唱歌的中间，其实我有一个重担。这个重担是主啊，我期待会当互我的声音，搁一摆会当恢复。拄仔我伫咧唱这个圣歌队的时，我突然间发觉，迄个耳乐的声，突开始出来。我相信即摆玉成可能听我的声音，应该有小可无相款，因为我感觉已经无共款，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一直咧体会讲，咱每一摆来到主的面头前，你有相信上帝要互你的生命得到救无？有无？这就是咱今仔日牧师要带领咱做伙来认捌的一个功课。
也真欢喜，咱会当三甲做伙来敬拜伊。佮一摆，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甲你做伙享受主的敬拜，做伙享受主的敬拜。咱甲主的关系，咱甲主的敬拜的关系，拢是非常的美好。所以每一摆咱来到主的面头前，咱爱去思考。当咱进入教会，认捌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咱需要经历咱需要经历两项代志。第一项，伫你的生命内底，你信耶稣了后，会当成做一个得救的人无？这你爱去认捌。也就是讲，我信耶稣，我知影我的生命有救无？对无？我今日我的生命就是期待会当得到救，所以我要来信伊嘛。所以兄弟姊妹，你有信无？啊，你有相信你有得救无？有无？你爱相信你有得救。但是咧，第二项，上帝嘛要爱咱成做一个什么叫做得救的人应该有的款式啊。亲像他拄仔牧师讲啥物？讲我无声，我失去我过去迄个最爱唱歌的迄个真有力，甚至真清楚的声，所以我去甲上帝讲主啊，我期待你搁一摆来甲我恢复。这个心已经2礼拜啊，我一直咧想，所以顶礼拜我唱歌嘛真重大。主有甲我讲，你较无爱去问看玉成，因为我感觉我一直感觉讲我真会唱歌，我知影要安怎唱歌，所以我感觉无必要甲伊问啊。但是我想讲，我来问看卖吼，看伊讲的敢会跟我想无啥像，啊，事实有影。当我问了，我发觉，伊的专业，上帝予伊的智慧所讲的一句话，煞单救了我。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咱的生命就爱活出一个什么无共款的生命。所以我认为，上帝爱咱、拣选咱，成做一个信靠伊的人。毋若成做一个得救的人，啊，什么是得救的人？也就是讲，你的人生就爱开始无相款啦。所以我每一摆我做爱看金蛋姐吼，金蛋姐我拢会甲伊问哦，我讲啊，你甲上帝关系安怎？伊讲有啊，我知影迄个上帝。我一直问的原因是啥？我要了解到底这个上帝对你的人生有啥物改变无？所以兄弟姊妹，信主的人的生命。会是一个精品啊，阿们。这个精品，唔是讲咱要亲像世间就所看你的安尼穿金戴银，不是。那是你的生命互看出来就是有五芒，迄种的五芒就是一个精品的人生。当你遇到困难，面对死亡，你会安怎？你会知影，基督徒咧面对死亡是啥物意思？你毋知？咱知影面对死亡叫做改变，对无？咱知影死亡代表是一个换衫啦，咱这个肉体这是会毁坏的嘛，对无？所以死亡代表是啥？啊，我著换一领衫，变了安怎？定身会当倒转去到伫天灵的祖家，对无？咱基督教咧认捌的死亡是安尼，所以咱毋是绝望啊，对无？基督徒咧认捌脱离罪恶，咱领受真理，领受福音，就是爱脱离罪恶。什么叫做脱离罪恶？脱离罪恶叫做歹的习惯爱改变嘛，对无？无好的，才会食薰也好，还是讲食毒也好，食酒也好，甚至有当时是咱的情欲，咱看到咱家己的私欲，我真爱食什么物件，找参仔食，我真爱看什么节目，我找参仔看，但是咱拢无意爱来到主的面头前来听伊的话，听主的声，所以。咱所认捌的信仰，真正无相款。上帝爱咱会当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甚至透过伊的救恩会当脱离咱所面对人拢会有的叫做患难呐。你有没有患难呐？有嘛，一定有啊。我们的感谢主，新天老师，因为他视网膜剥离的手术，所以他有一阵子他必须要趴着卧，让他的眼压之类的这个休养。那他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有患难。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神要让我们怎么样？重新去回想，到底神的心意、上帝心意是啥？所以兄弟姊妹，咱有一项代志，信徒的生命，基督徒咧看待生命观，无相款的人生是啥？叫做咱爱脱离奴隶啦。
奴隶的生命啊。什么叫做奴隶？我头都有讲到，唔免烦恼，咱即马坐伫这个所在，外口落搁较大，吼，你唔免为着这个代志来烦恼，吼，只有单单自行看主。兄弟姊妹，脱离奴隶，你才有法当成做主的儿女啦，你才有办法做神的儿女。什么叫奴隶？奴隶就是代表你在罪恶当中，在患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环境。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咱要做伙所看的圣经，咱要做伙来了解。基督徒在面对信仰甲信心的内底，要安怎互咱的心灵、生命得救的确信，深受伫你的心中来点根啊！我搁讲一摆。今日咱的主题是啥？看一个，信安怎？信而得救的真理啊！好，他都我有讲，咱拢是因为信来称做义的生命，对无？但是咱要安怎了解这个真理，带互咱的心灵甲生命真正有得救的确信啊！这是上困难的，嘛是咱信主的人需要来了解的一个真理。今日咱所看的圣经节，拍谁哈？有一个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牧师他曾经说过，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不是因为任何好行为，嘛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款的功德，哈，你有什么款的功德行为，完全是什么上帝恩典。所以我真爱看这个领袖、牧者的领袖。因伫主的面头前，安怎来奉献因的生命？这个牧师，伊伫教会建堂顶面有，我印象中敢若3摆。第一摆100个人，第二摆200几个人，第三摆因即马是2000几个人的教会的牧师。这个牧师伊是新店新道会的创办的这个牧者。伊的囝边仔这是因囝，伊的囝讲起讲伊的爸爸。对于细汉的时阵，伊就感觉伊的爸爸是一个完全献身的一个爸爸。伊每一摆伊的爸爸非常的落落，但是伊的爸爸不相识，就是食饭的时阵一定会陪因做伙食饭。但是食饭了后，伊的爸爸就搁开始无用工作，所以伊感觉伊的爸爸一年透冬无咧休困的，完全奉献给上帝。甚至呢，过去伫教会较细间伊伫即个爸爸就伫咧客厅。早起时7点外，就是坐跪伫遐，甲上帝祈祷。所以我看见即个伊的囝儿伫迄中间咧回想伊的爸爸所带互伊的物件，带互伊的生命教育，互我足深的提醒，就是咱会当成做主的囝儿，毋是透过咱的行为做啥物好事，较要紧是咱拢是上帝所救赎换命倒转来的囝儿。阿们，你是不是属神的？如果你是属神的，那你要明白，你的生命是有充满神的恩典。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的圣经节，咱所看的头前以弗所书第2章的第1节到第7节，咱来先了解，为什么保罗伊对以弗所教会讲起第8节到第10节，上要紧，咱做伙来看哈。第1节到第7节讲，恁死伫过犯罪恶的中间。伊要叫恁安怎活起来？伊要叫恁活起来。迄个时，恁其中所做的代志，行事为人，对着即个世间的一切风俗，顺探迄个空中掌管者的领袖，就是现今悖逆的囝心中所运行的什么邪灵啊！我过去也知影伫恁的中间。你安怎？都在他们中间，而且伊家己安怎？保罗嘛咧见证哦，讲伊嘛是放纵肉体私欲，对着肉体甲心中所喜爱去行，为着安怎？本是迄个逐个人拢看做生气的，迄个无好的囝儿，甲别人相款。保罗佮讲，而且上帝因为伊丰富的怜悯，因为伊疼咱的迄个大疼痛。当阮伫即个死的过程的中间，会互阮会当甲耶稣基督做伙活起来，因为恁得救本是啥物？恩典啊！
伊要叫咱会当甲耶稣基督同齐，搁活坐伫天顶，要将伊极大丰富的恩典，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咱所喜乐的即个恩惠，要显明啥物？注意哦，标这句最重要哦，啥？显明哦，后世代的人看。所以兄弟姊妹，他拄仔无事讲着，咱有相信，咱相信即个主，咱就爱知影咱有得救无？咱有得救无？有。啊，有得救就爱过着什么人生？精品的人生，得救的人生。得救的人生代表你的生命是会有盼望的。你的生命即使遇到困难，你也懂得怎么样依靠神的智慧来面对人啊。所以兄弟姊妹，保罗伫咱今日所看第2章，伊有所书第2章的第8节甲第10节，以前讲这个话，这个话后壁讲一个讲显明互后世代的人看，啊要显明什么？第7节讲的，将伊丰丰富富的恩典，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所喜乐互咱的恩惠，甲伊显明出来，互看到，你就是上帝主的学生。兄弟姊妹，初代教会的这信徒，初代教会信徒，因所组织这信徒，因拢知影，因所需要知影的就是因是出对背逆的心，放纵肉体私欲，啊，互别人生气。对着内心介意的生活来行，你好好思考哦。咱想看卖，咱家己的生活敢有亲像安尼哦？若有的话，咱爱常常伫主的面前安怎？爱认罪悔改。所以兄弟姊妹，保罗意爱咱安尼做，是明白咱就是安尼的生活，过着即款的生命。所以咱有需要主的听无？需要无？所以咱需要主的听。第4节，上帝用伊极丰富的怜悯，因为伊听咱即款的大听头。所以兄弟姊妹，咱需要主的听，甚至呢，互咱会当借着耶稣基督各我的恩典安怎产生新的活命、新的生命啦。这就是咱的信用啦。所以咱若是有决志要洗礼的人，你爱去思考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你若有了解，我相信你就会当洗礼啦。爱了解无？你爱明白清楚知影。所以咱若是因为主的听，互咱会当搁一摆通过耶稣基督，这个各我的溃力，就是要通过伊的伊所留的宝血来洗净咱重新过着一个顶头生的人。安尼咱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内底安怎丰富新创造的啊。所以兄弟姊妹，这种丰富新创造的，就是要互咱的生命会当安怎会当后世代的人讲啊。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咱的生命就爱常常伫主的面头前，亲像保罗所甲咱讲，咱今日所看圣经在，因为恁对恩典安怎得到救，是对倒位来？对神。所以他拄讲的第1节甲第7节，你有相信啊无？这就是我的人生诶，这就是我所活的世界，我的生命的情形诶。啊，我若已经知影，我是毋是爱对恩典中知影讲我是对恩典中得救的人？你有相信啊无？是对神来，这毋是出对什么？出对咱本身做什么好代志啦？毋是啦，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兄弟姊妹，第9节讲，毋是出对所行，免得有人夸口。这是做有意思的哦。所以你要了解哦，第1节甲第7节有重要无？足重要。看圣经毋单看片段的，你要看头看尾，看伊咧讲的重点在讲什么。第10节，因为恁是伊所造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声备办要互咱行伊的。这句话真有意思，因为这句话讲出，当信伊的人爱做什么代志啊？爱做什么？爱从善，爱做好事，爱安怎？爱有行动力啊！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信主的人要主动要有行动力。所以咱今仔日我看见今仔日小玉头一次伫咱大桥教会聚会哦，我感觉伊的表达讲话所做的，伊是有备办啊无？他有没有预备？有啦。
有备班的工人、服侍的人，伊所讲话就是会清楚、明白，甚至互人会知影伊的性命无相款。所以，咱咧常常为着咱遮中级同工，每一个参与服侍的人，为因来祈祷，吼，求上帝帮助因，赏赐因气力，会当行出对上帝的百姓甲囝儿，拢会当得到利益的事。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疼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产生互咱的生命，产生新的生命。安尼呢，顶头生的生命的概念有没有很难理解？应该不难理解的啦。好。那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怎么做？我们必须要从信心的变化里面看出到底生命怎么改变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是咱今仔日所咧讲的重点。啊，牧师还有一个概念，要今仔日跟咱做伙分享，也就是咱拢知影因信称义，对不对？咱今日所看吼，《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恁得救是本对什么？上帝恩典，是因为信，并不是出对恁家己，乃是上帝赏赐的。这就是信主以前应该爱有的概念。注意哦，有的人会讲吼，像咱雅各嘛爱讲吼，讲爱有行为啊，吼，雅各书2章14节说什么？来，我们一起来看，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句话你若甲摕来看保罗，在咱今日所看圣经在，你也感觉讲，好像跟保罗所讲的不太一样呢，对不对？好像他重视，伊较重视行为啊。好，你若无行为，安尼我信，我今日信嘛无法当得救呢？咁是安尼？其实唔是，这两个情景无同。一个是啥？信主以前的，一个咧讲的是信主以后的。第一个信主以前的人，伊的心是靠信心来得到这个救赎。你若无相信耶稣基督，吼。你就算你要做什么行为，做什么好事来得到功劳，迄个功德啦、功德啊，你所做的那像迄看外口的人咧讲的功德是同款的，迄种的概念。但是咱所信的主其实毋是，咱的主咧甲咱讲，保罗咧讲的是爱靠信心才能得到救赎。所以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会当得到主所赏赐的新生命。所以兄弟姊妹。伫迄当时，保罗所咧面对是以爱因，遐有侪因亚做家己是义啊，是好的犹太人啊。因为因拢遵守律法，因透过遵守律法的行为来称作义啊，来称作讲我是上帝所救的。所以保罗特别咧甲因讲，毋免，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就会当得到救。所以保罗特别去强调即个物件。雅各伊咧讲的，伫迄个时阵的人，因为人会讲，但是拢袂晓行啦，袂晓去行动啦。咱信主教会人，敢若有时嘛安尼咧，洗礼了啊，得救了啊，感觉讲也无我的代志啊呢，吼，嘛袂堪人相指责，嘛袂咧想讲我要安怎有得救的生命，要安怎来做什么款的行动力？该奉献，咱嘛无要奉献；该行动，咱嘛无要行动。咱一天过一天，一礼拜过一礼拜，一冬过、2冬过、10冬过，最后牧师麻烦你帮我办个别息。这礼拜我接到一通电话，别个所在吼，别县市的，这个姊妹打电话来讲，牧师，你会使帮阮妈妈办个别息无？阮妈妈过去伫倒一间教会，我甲伊讲，这间教会你无去找因吗？伊甲我讲因也拢无要插我啦，吼。看阮妈妈吼关系无好啦，我讲无好嘛无要紧啊，你嘛是会当去甲拜托看牧师请牧师，这是一个人生大代志啊，吼，你毋免为着安尼来烦恼，吼，你好胆去找迄个牧师，请伊甲你处理，吼，伊甲我讲无爱，看牧师你遮吼，看有你会当甲我斗相共无？伫迄中间你看到啥？你看到一个人伊的生命有改变无？无。你知影有迄个冲突，你知影有迄个问题存在，但是人若面对到死亡的最后迄个阶段的时阵，爱拜托人无，嘛是咧拜托牧师，拜托什么人来为我的亲人行最后这段道路。其实牧师咧鼓励咱真做信主的人，咱的行动顶面一定要做改变。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
咱今日所讲，信主以前，保罗咧讲的生命是一个专心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伊为着救赎咱，赏赐咱一个新的生命，这叫做因信称义啊。信主了后咧，雅各所讲的生命是学习主的款式，要有真实的信心的行动去影响别人，帮助别人。所以兄弟姊妹，这是牧师用一个上感性、上简单的方法来看咱做伙说明。信心爱产生行为，也就是我的信心。咱知影这郁金香的这个花球花球伊这个花球伊的根生出郁金香的花啦。伊要有一个根本啊，爱在这个根本里面安怎产生这个结果实的生命嘛，对不对？所以兄弟姊妹，你所信的生命，若无真实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你是带袂出有啥物款的行为啦。就算你带出来行为，嘛是拢为着你家己啊。你毋是要想讲啊，耶稣伊是啥物款的款式？耶稣伊安怎做？我有想要去学无？所以为什么牧师鼓励咱爱定定去看圣经？看圣经是要了解耶稣基督，圣经内底上帝咧，互咱看见，才会信仰的前辈，因安怎咧经历甲上帝关系。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咱做伙学习来看圣经。嘛邀请咱为着咱的新田老师的恢复，来继续来带导。伫祈祷的中间，上帝开路，因为伊是咱真好的一个圣经方面的导师，做伙带咱做伙看圣经。所以求上帝帮助咱。这个马丁路德是宗教的改革家，伊有一个真感动人的故事。伊讲伊有一摆真艰苦，很愁容啊，满脸愁容。他的太太穿着一身这个家中老人过身的时阵会穿的这个孝服啊，孝服，这个孝顺的孝服伫外面伫咧出入伫出入的中间马丁路德就问伊太太讲：你是甲什么人穿的啦？因某就讲基督死啊啦！这路德就足严肃就甲伊讲：基督哪有死？基督是安怎？基督是搁活啦！因某当甲马丁路德讲为什么你的面遮艰苦？你讲基督搁活，是安怎你的面遮艰苦？有当时咱基督徒敢若嘛安尼呢？咱讲咱信主但是咱拄着问题、拄着患难、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病痛的时阵咱比世俗人无信的人更较艰苦啦。兄弟姊妹，马丁路德伊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改革家。伊的太太就安尼咧，甲伊教导，咧甲伊分享。所以兄弟姊妹，你就会记得，信主的人的生命的变化，我认为是伊对伊生命中会有产生喜乐无啦。他有没有时常？所以我书会点点讲这个喜乐的心是什么？良药啊！忧伤的灵怎么样？使骨枯干啊！所以会记得咯，圣经内边的话真有意思是安怎？咱来常常思考，到底我的生命有喜乐无？拄着患难，我常常有靠着信心的溃烂来得到救。兄弟姊妹，信心得救的真理，在伫凭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救赎的这个稳定，互咱的生命会当有喜乐。因为咱知影，咱已经对一个有罪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来得到救，帮助咱的生命得到帮助。所以兄弟姊妹，咱的行事为人做法。你若稍微不警醒的时候，会不会堕落？会坠落。所以兄弟姊妹会记得，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一直咧甲咱讲，咱的喜乐是凭着你得救了后，迄个行事为人，是毋是会当存着敬畏主的心啊？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咱的礼拜是9点，就要准时敬畏主的心，就是咱会当保持知影讲几点，我要做啥物代志。所以他拄这个咱的同工我会知影要带敬拜时，哇，这总南哪未来啊？又搁迟到啊！但是伊即马来啊，毋是伊来甲我讲牧师真失礼啦，我的车破链啦。感谢主，伊有一个科目，他知道说他迟到了，伊知影伊这个动作是唔对的，所以兄弟姊妹。对这个青年，伊是对无信到豆豆服侍上帝，甚至对伊行动咧做改变。
牧师拢看在眼内。对我囝儿，你看，咱知影泽恩，伊一开始拢不要，有没有？大家拢亲眼目睹看到他的生命。今麦吼牧师暗时若要困的时阵，我的查囝拢甲我讲：爸爸，要不要一起读经？爸爸，要不要一起读经？啊，有时啊，我真正做无用，啊，这代志我袂做啊，做了，我讲啊，你们自己读啦。啊，伊嘛袂晓看，伊嘛歹势，啊，睡觉啊。啊，后来我反省，我主啊，怜悯我袂使安尼，这是错的。所以我今麦伊若咧讲，伊就甲我提醒，我说好啊，来，我就放下所有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经。所以他们喜欢，而且慢慢的读，然后弟弟宇恩他就在旁边听，啊，然后乱念乱讲，可是他就在学习听主的话。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方式，咱会当带领咱的亲人，做伙来做代志，会当行伫上帝的话命的话语的内底。使徒行传第9章26节到31节，扫罗逃到耶路撒冷了后，曾经设法甲当地的门徒联络。但是因拢足惊伊啊，足惊即个扫罗，就是保罗。吼，因惊伊无相信伊是门徒啦，只有巴拿巴甲伊接待，带伊去见使徒。因讲吼，即个扫罗安怎伫路上吼拄着上帝，拄着主耶稣基督。即个主安怎样对扫罗讲话？啊，伊个安怎样勇敢伫大马士革的所在安怎侍奉耶稣的名来传道啊？哦，甲这个代志哦，甲讲哦，这个使徒听。啊了后咧，扫罗就伫耶路撒冷甲使徒做伙住，做伙徛起。兄弟姊妹，这个故事讲到什么？扫罗伊甲人的关系其实原底嘛有冲突，因为伊之前伊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当他重新遇见主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了。当他开始传道，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可是他就是透过圣灵的带领，巴拿巴接待伊，带伊去见使徒，或者使徒来搁一摆来认下伊。这互咱看到啥？这互咱看到第30节。兄弟姊妹知影这个消息，就将扫罗带到凯撒利亚，甚至送到大树去。迄当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甲各地教会拢真平安，得到坚固。信徒非常的敬畏主，佮得到圣神的安慰，人数哪来哪多。看到这我拢感觉讲，传主的道啊，传上帝的福音啊，的人有福气啊。毋那伊本身有福气，人会愿意甲伊做伙。啊咧，伊咧所传的道理有祝福迄个所在无？会祝福袂？会啦。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信主的人爱传道理。信主的人咧讲的做好事吼，我感觉毋是亲像一般世间人伫外口面有需要的人，你甲伊帮衬，吼，迄种的好事。搁较要紧是你爱去传道理啦，亲像扫罗共款，保罗共款，伊愿意得到救了后，伊愿意去讲福音，伊愿意去传福音，伊愿意去带人去认捌主。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将这个福音传予咱厝邻的人，是何等的要紧。所以兄弟姊妹，每一个基督徒伫福音认捌主的道路顶面，拢爱真正去认捌生命真理的福音。啊，你要安怎看出来？要安怎看出这个真正认捌福音的人，伊的生命的改变是啥？伊爱学习做一个慷慨的人，有慷慨的生命力。什么叫做慷慨？约翰这个卡尔文麦斯威尔，伊本身是一个美国的真要紧的作家，伊是一个牧师，啊嘛是一个企业管理写过足侪册的这个牧者。伊讲一句话，伊讲给予乃是生活方式的最高境界。我真意爱这句话，因为当人有需要的时阵，当咱看到教会有需要的时阵，当咱看到身躯边的代志的人有需要的时阵，环境有需要的时阵，你是不是愿意徛出来？所以你看即马咱台湾政治有咧做改变无？有哦。过去咱台湾有真侪代志拢唔敢讲哦，公义的代志、正确的代志唔敢讲哦。但是我看见即摆新闻媒体，因为这恶势力，
讲无应该讲的话，甚至用无共款的权力，要安怎？要取代人应该有的自由甲平等。所以上帝无欢喜，全体无论媒体，我拢看到讲，感谢主，上帝咧在做代志啊。上帝通过互人心中应该讲、应该做的代志，开始讲出来。所以兄弟姊妹，给予有很多种方式，但是会记得，你要付上代价的给予，那才是真实的。兄弟姊妹，一支蜡烛，咱拢知影吼，咱爱做像一支蜡烛，做光做阳，对无？好，但是我感觉吼，一支蜡烛吼无够啦，爱安怎？爱做自然的蜡烛啦。一支蜡烛有伊的时间，吼，可能20分伊就倒了啊。但是一支蜡烛，你哪会当去讲喂互别人啊？吼，我甲你点互你倒，点互你倒，影响你安怎？你也会一样的做光。所以我感觉一支蜡烛唔通干他自己。哦，你看我有多光彩，你看我有多亮丽，迄拢无效啦，迄20分钟啦，规档过就无啊啦。但是一个人伊若会当传承，会当去影响别人，我相信这种的生命、这种的疼、这种的祝福是大的。所以我拢感谢上帝，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无相款的恩赐、能力甲才调。这个能力，为什么基督徒拢是甲伊带到上帝面头前，奉献给上帝，影响人、教导别人，无论什么款的劳苦，我们都愿意付上代价来奉献给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互咱有信心的行动力，会当为人带来真大的祝福。马可福音书第16章14节到18节，后来11个使徒坐倒的时，耶稣向因显现，即比因无信，心中刚硬，因为因无信迄个伫搁活了后，互因看见的人。吼，伊咧讲的就是伊家己，恁若无相信我已经搁活，吼，伊搁对因讲，恁普天的去，传福音互万民听。耶稣搁活了后，伫这门徒面前显明，甲因讲，信搁受洗要得着救，无信的就必定罪。信的人要有新约对着因，就是奉我名赶鬼。讲方言，手会当揢蛇，甚至会当啉什么款的毒物，吼，拢袂受害。无说毋是叫咱来照安尼去做哦。你毋是去照去食毒物咯？伊咧讲的是一个心境的溃烂咯，毋是真正安尼去做哦。兄弟姊妹，圣经内底咧讲的即个话，互咱有一个真大的提醒。初代教会因对信甲洗礼是做伙的，吼，是做伙咧讲的。信是一个内在，洗礼是一个外在。将人的信心甲伊显露出来，这叫做外在啦。洗礼就是一个外在。所以兄弟姊妹，有人讲洗礼，信就一定爱洗礼嘛？我都有相信啊，我干嘛洗礼？会使无？袂使。洗礼代表证明伊有得救的事实啊。虽然伊是一个外在形式，但是我认为洗礼并无代表洗礼会当互人得救哦。但是信会得救的，信是会。但是洗礼，安尼你就讲牧师，安尼我就信就好啊，我也无一定爱洗礼啊。我认为安尼你的行动力无够，对无？因为你有信，但是你无法当证明讲你愿意的心嘛。伫众人面前讲，我是真实相信是阿花上帝。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伊啊！所以兄弟姊妹，洗礼代表的无代表讲你会得救哦，但是信会得救的，会啦。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信，主的话讲，信而且受洗必然得救，但是后壁讲无信的必然被定罪啦。伊嘛无讲无信的，无洗礼会定罪啦。伊无讲无洗礼会定罪啦，但是我感觉这个洗礼为什么耶稣会安尼讲？受洗哦，这是一个行动。耶稣有受洗无？有啊，伊嘛是有照着，照着亲像世间人，逐个人拢洗礼行洗礼约翰洗礼嘛，对无？伊嘛有做这个动作啊，但是伊领受的洗礼是啥？
信心的洗礼。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头前求主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用信心的内底，会当真正得到救的福音，就是互咱的生命真实带出有行动力的生命。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为着要拯救阮的生命，用伊的宝血来洗净阮的罪。主啊，当阮若信，阮就确实知影家己的生命是得救的。主啊，伫今日，阮也要深知，当阮的行为生活若无伫互圣神担忧的时，阮的生命就会维持得救的生命应该有的喜乐甲愿望。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伫每一摆亲近主你的时，互阮伫耶稣基督的听的内底。找到阮生命得救的方向甲智慧，愿你嘛帮助阮，互阮常常伫灵修祈祷的内底，借着上帝话语来得到得救的财物。阮相信，阮的生命要有圣神所结的果子，互阮伫耶稣基督的听的内底，通过主基督的好模样，温群顺服主上帝的心意，愿意牺牲奉献的生命。来，互阮甲主你真实有一个得救生命的连结。愿你嘛坚固阮的教会，上帝你的殿，互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主你所听的儿女，互阮会当更加相信你的听，信息是永远袂会改变的。虽然草会高大，花会谢，主你的话语永远袂改变。所以，阮嘛信靠，阮嘛信靠主。我嘛相信主，你的确要救阮的生命，到底永远拢袂改变。愿阮掠掉这款的应允，一生跟对主的脚迹，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时咱要甲主同坐倒，咱做伙坐咧吟圣诗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咱唱前三站吼，咱唱前三站。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你我是温和的尊名，清新的脚迹。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建立属于伊的教会信徒，接纳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兄弟姊妹，
咱三甲做伙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记那着磨打当大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做伙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的骂迄暝有提饼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定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主耶稣也就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定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现在愿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的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为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为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光你的性命。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的，每一摆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同工。当咱咧准备咧摕饼的时，咱会当备办咱的心。当咱的主甲伊的学生坐倒，做伙来享受在食物的中间，传达一个真要紧的使命的工作，就是爱每一个门徒会当真实明白，伊来世间是要抬起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咱的生命也就相反，甲主同坐倒。也是要来孝念主，伊安怎样，互咱做一个款式，咱嘛相款，甲伊做伙来行，抬起这十字架道路，做伙来行主所要行的路。咱伫祈祷中求上帝帮助咱。赏赐互咱有气力，你若还未受洗，你会当先暂时先莫客，当咱备办好伫主的面前，三甲做伙来领受的时，咱会当真实伫众人的面前，伫上帝面前，咱来宣告：公主，我是你的学生，我愿意跟对你的脚步来行。主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的人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要喙焦翕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求上帝帮助咱。
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每一摆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同工。受洗代表的是彻底认同基督，嘴毋若承认伊是你生命的主，你的心也着相信，伊是为你带来一个顶头生，搁我的生命迄位上帝。受洗代表的是基督徒新的生命，无袂记得十字架。每一摆咱领圣餐的时，就会记得来纪念主用伊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血为着咱来流。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毋知敢有兄弟无摕到的无？这时，请咱做伙同心来领受。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彼得。咱做伙搁一摆三甲做伙来祈祷。愿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也来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的。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了后会通荣耀你。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免。这时咱做伙搁由愿来唱头拄仔这个344首344首的最后一节的歌词。
我心去莫名只有主耶稣。即是让请备办心做回来奉献。咱做伙起立。做伙来纪念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公道的时间。请兄弟大家做伙献开你手边的酒报，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搁一摆的将阮教会内底兄弟，若是身体有病痛的。也是心神软弱的，我们将伊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帮助阮伫咧软弱的时阵，阮犹原会当经历到你的同在，阮嘛会当经历到主你是阮随时的溃烂，你是阮随时的帮山。互阮永远拢知影，伫主内底，阮有一位永远袂互阮失去望的上帝。主，阮嘛要搁一摆的将教会建堂的募款交行款。我们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帮助教会伫咧募款交行款的过程内底，阮会当经历到对你遐搁较侪丰富的恩典，互阮的教会会当
紧紧的搁较来勇壮。主，阮嘛要搁一摆的将教会目前所推动的所有事工，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祝福教会所做的每一项的事工，拢会当真做为主你来传福音的一个管道，互教会所在的社区，也是个一个毋入捌你的人，拢会当透过教会的事工，会当有机会来入捌你，来亲近你，互搁侪人，互搁较侪人会当因为入捌你，因的性命会当得到改变。主，阮嘛搁一摆将阮周报顶悬所写的每一项的功德的事项，拢仰望互你，愿意按照你的旨意，一的来为阮来成就。感谢主，听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专念的天边，听阮祈祷，耶稣互伫你面前的情煞接是消息报告，咱来看第一点。本主日举行第3摆的新礼典，请备办生甲主人家伫新礼典中经历主的同在。第2点，6月12拜3暗时7点半要举行第4摆的中集会，请中集同工留意。第3点，后主日是教会学校纪念主日，由中英中二校务主任谢文书牧师代表来本会进道请安报告，请备办生关心代祷甲奉献。第4点，本会吴牧师甲同工伫6月16东门教会，6月23南台教会要前往为本会建动募款，请关心代祷。另外，该周的拜六的华语礼拜是真常聚会。煞接咱做伙来念一下今仔日的金句。咱先念台语，因为恁对稳定得着救是对神，这也毋是出自恁本心，是上帝所赏赐。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2章8节。补充报告的时间，咱交互牧师。咱真感谢，咱今仔日真欢喜，嘛有几位新朋友来到伫咱中间啦吼。第一位是即个咱的团队娘，伊的查某孙吼，竹芳甲伊的男朋友佑伦吼，咱请伊起立，咱拍鼓来欢迎因吼，欢迎恁来。因本身即马伫台中，台中的所在南投迄个所在咧工作啦吼，嘛求上帝帮助伫竹芳的即个男朋友吼，佑伦。为伊来祈祷，伊嘛咧超找人物信仰的道路，求上帝帮助因，祝福因，互因会当三甲伫主的信仰即个道理听的内底吼，来真实得到主的听，嘛互伊的性命，毋但伊本身得到救，阮相信伊甲伊的全家拢嘛要因为安尼来得到救吼，所以咱继续为着即对青年吼来献上祈祷，甲上帝求讨，求上帝圣神来感动因啦吼，欢迎恁来吼，请坐。今日另外一位翠玲姐哈，翠玲姐哈，好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哈，也欢迎她哈，欢迎她请坐。翠玲姐是本身过去牧师伫牧会过程的中间，一个真好的信仰的朋友，嘛互我真侪的提醒，牧师伫即个灵性的部分吼，拢有足侪的感触，感觉讲伊甲本身甲上帝关系若和好，其实伊咧讲的话。有真侪时阵，拢对咱是一个真好的提醒吼。所以咱对圣经内底嘛，咱看见有真侪人因伫先知的角色、先知的文书材料能力的顶面，咱拢爱非常爱细致去斟酌去听，相信上帝拢要提醒咱的生命搁较成长啦吼。伊本身伊的囝儿嘛是一个是伫新老病院在做这个关怀
关怀师啦吼，关怀师过去嘛是牧师所带的青年吼，所以真感谢主，信仰的道路若栽培好，其实伫一生的道路的中间拢得到主的祝福吼。好，啊，敢有新朋友牧师无介绍对哦。咱搁一摆吼，咱嘛请咱继续伫台道中为着咱的这个胡淑芳长老也是身体有确诊哈，那我们也恳求神亲自来医治保守哈。静文你自己本身也要要照顾好，要照顾妈妈哈。好，那我们也为新天老师来代祷，那也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在今天牧师的讲道当中，你对信心得救，信得到救，这种的真理你有更较深的认捌了后，你有咧备办讲我嘛要来信主，嘛要来洗礼请你会当伫私底下甲牧师摕即个受洗单牧师会安排时间来甲咱做即个只要真理的问答，会当备办咱的心伫后一处，咱会当三甲做伙来见证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搁一摆互咱因为耶稣基督来得到救的愿望啦吼。好，即个时邀请咱做伙有缘请坐咧吼。牧师有一项代志嘛，要甲咱报告，就是讲咱顶礼拜才敢若有一个耳机啦吼，即个 AirPods 3吼，放伫即个中的所在。如果咱若是有遗失的吼，请你摕你的手机 iPhone 手机来对频一下，因为即个物件袂使讲你讲这你的就互你啦吼。但是即个物件是爱对频的，确认讲即个物件是你的，教会就会摕互你吼。好，这是遗失的物件，甲咱补充报告。另外嘛，请咱会当继续伫咱教会所要推动青年的工作。牧师最近有牵即个咱小会有决议讲，就是咱要发一个文，牵即个各中学校会当做一个连结，就是做即个志工时数。咱知影即个学生他们在现在的求学过程当中，因为志工时数必须要回到学校。咱看见咱的中南有几摆几摆拢因为学校临时的爱甲因叫因去志工时数的服务，所以必须得迄天我常无来，得影响到咱的事奉。牧师有伫祈祷中感觉讲，即个工作会当做一个转型呐。就是牧师要将即个资料，我有甲因的校长杨校长联络，嘛期待有机会我会当甲因讨论一个方法，就是互因学校有机会，因学生有想要做志工服务的，伫教会服侍、教会服务的内底，会当得到即个时数。因为即个我有去了解，咱全台湾有真侪志工的时数伫学校内底迄学生毋是真正学到服务的精神因为来你甲迄代志做的，你甲迄代志做的，但是他们没有人陪伴他们，所以迄项代志的服务就失去意义所以牧师会感觉讲，那假使安尼，不如安怎？我互咱的学生，伊伫咱的教会咧服侍，伊就会当申请志工的时数。伊若有伊的朋友，伊若是是基督徒，伊嘛是基督徒，是讲伊毋是基督徒，但是他愿意来到教会参与侍奉。侍奉有很多种有什么打扫也是一种侍奉招待也是一种侍奉让他学习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如何服务人。安尼我相信这互学生毋乃当伫咱的中间有机会当甲因直接，嘛互因有机会学习着主的听啦好，在遮嘛，请咱大家做伙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好，这时请咱做伙起立，咱互相请安，特别咱会当来找这个新朋友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唱平安的歌竹芳还有佑伦咱会当甲因请安大家做伙熟悉。一做机会，也互咱出去做机会，也互咱出去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机会，听互咱出去做机会。咱有缘徛咧
牧师来补充报告，就是讲咱6月份的受请吼，宝庆甲明峰兄，吼咱等下牧师伫祝祷的中间嘛，为着遮个受请来祝福祈祷啦，吼即个时牧师嘛邀请咱吼，咱继续会当为着咱身躯边的人嘛三体大祷，求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传福音、祈祷的殿。吼，咱相信上帝伫咱中间拢有伊美好的心意啦，吼。咱搁一摆做伙来唱上营的诗，387首荣光归圣地上帝，将一切荣光归予咱的主。荣光归圣地上帝，荣光圣行圣心，三位一体，在地。咱伫主的疼的内底，享受着主对咱的疼，所要带予咱的信心。生命需要改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疼，互咱会当得到迄个永远活的生命。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一生会当遵照伊的教示来行，就是普天的来传扬福音，互主的疼，互主的福音，真做侪人生命需要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立倒。咱今仔日嘛是有小组聚会吼，请咱大家注意。